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18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今年的暑假为了要让学生朋友有无同款的体验，中嘉宽频三冠龙上主车将伫8月11、12号以及8月25、26号举办主播夏令营，分做各小组、各高中组2梯次。欢迎对电视主播、新闻节目制作有兴趣的朋友踊跃报名参加。台南在地中嘉宽频三冠农家上主车，每年举办各种的活动，得到热烈的回响。这间活动将带领学员了解新闻媒体幕后工作内容，透过采访的演练、实际操作摄影机、写新闻稿、加报新闻等课程，让学员体验做记者加主播的趣味以外，佮特别邀请业界的讲师，加到摄影的基础，并针对新媒体时代元宇宙的议题。加媒体视读的素养来做探讨。中嘉宽频三冠王跟双子星在今年的8月，我们要推出2022新世代主播夏令营的活动。那除了有包含以往我们所推出的新闻采访，还有播报，还有妆法等等相关的一些专业课程之外，那当然还有我们这个时下最重要的媒体视读，教导我们的参加的学员如何来判别假知识之外，那在今年我们还有推出元宇宙以及微观摄影等比较属于新科技上面的一些课程，那所以内容相当的丰富，那也希望我们的国中、国小还有高中同学们可以尽快来报名参加。今年的新世代主播夏令营将伫8月11、12甲8月25、26来举行，分2梯次来办理。报名的对象锁定设置伫台南市的国小4年到6年的学童，以及各高中的学生。每梯次为期2天，名额有限。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用上中嘉宽频三冠王上主车粉丝团来查询，或者是卡咨询的电话06-281-5194转8516许小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拥有都市计划加建筑设计专业的大学教授尚玉峰，18号选伫伊的座梦头前，说明参选台南市长的理念。伊表示，因为不忍心城市规划要用专业，而是用政治，就亲像是市政府竟然要毁掉南山公墓来起大楼甲停车场，就是真戆的决定。所以，伊第一个政见就是主张500公顷的南山公墓要全区保留，来作为台南美术馆的本馆，发展文化事业。台南市长参选人尚玉峰来到公墓宴会用地来祭拜阿公上满生的母亲上可甘女士，嘛回忆伊阿公成为228受难者的历史。会中特别选定500栋的考古遗迹，伫平均30回竞选团队陪同，共同来宣誓并发表参选声明。伊强调选市长专业知识太重要，所以袂当放弃用都市计划专业来治理城市的使命感。很多人都问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来从政？”对，从小到大，一直到我36岁的时候，我的父母亲都告诉我，政治是黑暗的，因为政治是很黑暗的，所以就阻挡了光明人去接近政治的路线。所以我一直对自己有一个觉醒，就是说，我虽然是一个看起来好像成功的建筑设计师、国立大学的教授，我们不能够因为自己站在一个比较有利的社会位阶，而放弃自己对社会应该有的使命跟责任。上峰要选台南市长，因为何老话也讲袂做认同，有人问伊是倒一省。上峰强调伊是台湾人，会中伫祖先的墓园，除了要求唔通破坏台南的良脉来发展经济，更主张南山公墓500公顷全区保留，来作为台南美术馆本馆，并邀请高雄博尔第1任艺术总监陈建大明来担任筹备主任，作为台南文化创业基地，预计创造3000个就业机会。但是台南市政府的规划是要把南山公墓毁掉，作为别人的停车场。
我不相信有任何一个来扫墓的人希望自己扫墓的停车场是毁掉别人家的祖坟。所以南山公墓的存废其实是关系以我这个都市计划的专业者来看，南山公墓的存废其实是关系到整个台南市城市规划的跟城市发展的格局，甚至台湾的未来。双方地坡建建除了南山公墓保留以外，也主张台南捷运红线连接高雄桥头的1000亿变更计划，要马上停止，将预算放伫溪北发展轻轨。伫第一摆面对侪侪媒体，这位政治素人手也会搓，不过强调台南需要一位好市长。大家好，我是张玉芳。台南需要一个好市长。台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改善台南市东区甲林德的周边道路，长期以来积水淹水的问题，水利局向营建署争取1亿的补助，来兴建文中公园的调节池甲下水道分流工程，希望有效解决短时间落大雨的水患。为伫林德文中公园内乌积窟会当容纳6500立方公尺水量的调节池，得希望收集东门路甲自由路两边的雨水，避免短时间的大雷雨造成东区甲林德区的水患。对此，市长吴依婷伫侪侪民代陪同嘛到场关心工程进度。根据了解，该工程由营建署补助1亿，预计明年3月进行，得当完工。能够有效的解决，譬如说短延时强降雨时雨量大概70到80公里，能够延至它的雨水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减少或解决这个淹水的情形，而水的排放还是可以非常顺畅。那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不但有涵养水源的功能，还有这个降低这个淹水的功能。还有就是公园，如果将来这个调节池盖好了之后，然后公园恢复起来之后，我们还可以增加市民朋友们的游憩空间。尤其很多议员各位议员都非常重视说如何把这个公园加以优化。我们将来在下个年度也会把这个文中公园的优化列为一个优先的市政项目会中市长表示，文中公园除了有调节水患的功能，嘛答应公园立美化的改造，将列为下半年优先施作项目。台南新闻军职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编列4500万的预算，汰换警用汽车甲机车。市长黄伟哲18号前往交通警察大队进行新车购入仪式。除了感谢警察同仁的辛劳，也希望透过设备换新，让警察办案效率提升。台南市政府编列4500万的预算，采购上新的警用汽车44台以及机车280台，并依照各单位的需求选择适合的车，不止车较有力，搁较好，同时响应环保。把将一部分的车换成电动车，有效提升警察执勤的安全。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必须要有好的训练精良的人员，配置这个非常好的这个警用这个器械来维护治安。警用器械当然有包括车辆，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个车辆是非常感谢检验署来这个配置给我们。警察是维持社会安定的力量。市长感谢警察的辛劳。另外，针对日前市区公庙闹事的代志，市长嘛表示，警方真紧着处理好势，同时嘛向市民宣示维护治安的决心。近日来，台南市因为碰到一些外地来的这个人士一个从北，一个从中，都来台南的庙会里面滋事闹事。那警察发挥了很立即明快而且优势警力的方式来，一方面把滋事者逮捕，而且迅速移送法办，检察官也加以申请羁押。所以说，我相信从这里就看到警察维护治安的决心。有了这新的车辆，希望见警率会当提升，
另外，台南市政府嘛将持续编列相关预算，更换相关金融设备、路口降线器等等，打造台南市成为一个更加安全的社区。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圆周蟹是一种陆生的金马，平常时生活伫陆地上，只有伫生产的时阵才会转去海里。所以每一档的7、8月份，伫安平时常会当看到圆周蟹伫过车路，但是常常会去互车辆搞着。住伫新竹的陈老师，因为不忍心看到这种状况，已经连续3档自费来台南，帮助金马过车路。透过报道，带大家做伙来了解。最近伫安北路的巷弄内，时常会当看到一位拄着头顶、摕着棍仔的人，伫草仔内底并来并去。其实伊毋是咧掠贼头，也是咧掠鸟鼠。原来伊是为了这种生活伫陆地上的凶狠圆轴蟹，因为这种螃蟹平常时是生活伫咧路上，只有伫繁殖期才会转去到海内底生产。但因为现在马路上的灯光，和凶狠圆轴蟹找无正确的路线。常常行上马路被车搞死，如此也互这位来自德东高中的老师陈应桥讲唔甘，所以为3档前就开始自费来到安平拯救蟹命。暴龙母蟹它必须要将它的卵在海水中释放出来，所以它必须要到海水，所以它们就会出来。但是因为路灯的关系，他们理论上他们是循着月光做导引，但是他们会把路灯当作是月亮，就跑到马路上，然后就被碾。所以到马路上并不是他们正确的路线，他们必须要往这边走，所以我就会把他们引导到他们该去的地方。那他们也可以选择不要出来，但是他们为了繁衍下一代，所以他们还是会冒着生命的危险。这样，那我就觉得可以帮他一下。真侪在地人拢知影这段时间，安北路顶常常有螃蟹咧过马路，所以骑车驶车时阵拢会放慢速度，以免无细入地着。当地居民伫知影这位陈老师是专工为生殖来救命的，也拢向伊表达感谢。因为我发现这2天我都有看见他，那我昨天以为他是抓回去要吃的，你知道吗？今天我又看见你们来，我现在忍不住了，所以我就过来问说：“你到底要干嘛？”你知道吗？所以你觉得他这个行动啊，你觉得怎么样？对，太感激你了。每当的7月到8月是凶狠圆轴蟹繁殖期。陈老师伫这段期间，拢会来台南住3天，平均每暗开3点钟，将凶狠圆轴蟹为马路顶带到堤岸去放生。伊表示，这种螃蟹有轻微的毒性，袂当食，而且凶狠圆轴蟹是台湾体型上大的陆蟹，为了繁衍后代，行唔到马路，而失去性命，真可惜。呼吁民众若是看到，会当尽量帮助因到海边，不过嘛要注意马路上的车流，以免受伤。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农历6月18是地府千岁圣诞，12点南天宫16号特别举办团拜祝寿大典，由主委吴顺德带领管理委员会一事人员首先举行团拜，现场由各机关团体、高背景甲有奖前往祝寿，场面热烈。位伫安南区12点南天宫主事地府千岁。董事会还有文恒圣地甲天上圣母等列位的尊神。每年的农历6月18是地府千岁的圣诞。伫庙前广场张灯结彩，欢迎全庄的信众、客囝甲各有奖、高背景前来祝寿参拜。虽然圣诞当天当日落雨，不过祝寿的信众团体也是袂少。阮12点南天宫吼每一档农历6月18日啊，就是阮敬主地府千岁中央生啦吼，地府千岁的圣诞万寿。阮拢做囡仔就讲中央生因为疫情的关系吼，去年所有的活动政府的部分拢停止。那么今年阮地府千岁来降价来盛世
因为每一档啊，12殿南天宫地王爷生，拢有过7车平安桥，拢会使几啊千个先贤大德来过。啊，所以地府千岁伊讲今年万只，疫情还未完全这个趋缓吼。啊，所以今年的7车平安桥暂停。啊，所以团拜祝寿，将落下先贤大德各界啊，这个中官贵宾啊，原来同款会记日啊，6月18日爱来12殿南天宫啊来团拜祝寿。啊，当然，阮也有真侪姐姐啊，这各友宫交背景啊，各社团单位啊，落下先贤吼啊，同款啊，虽然咧落雨啊，同款啊，拢会来甲地府千岁啊来祝寿安尼吼。啊，会当极目新温啊，比如大家安尼平安顺遂。12殿南天宫依照鼓励，由主任委员吴顺德带领管理委员会，首先举行团拜祝寿大典，并且行3跪9叩大礼。跪，祝寿，再祝寿，3祝寿，升，再拜。跪，祝寿，拜祝寿，观祝寿。除了庙方的技术人员、送工丁加顾问团的祝寿，现场还有各机关团体，包括安定国小、上珠青加三冠龙有线电视以及各友宫交背景等场面热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另外，同款红树地王爷安南区盐田镇南宫，嘛伫个地王爷圣诞节天准备平安卤面、卡拉 OK、播金按摩等等活动，感谢各界观看协助庙体进行整修。为庆祝地王爷圣诞，以及感谢各界观看协助修护庙宇，盐田镇安宫以及中修委员会16号伫庙前举办庆祝活动。现场不但有安排卡拉 OK 翻唱，更邀请中华愿望公益展望会来替民众背经掠灵，更为信众准备了平安卤面，互大家吃平安。因为疫情的关系啦，无法度办啦，啊，无阮能办宴席啦，啊，都无法度啊，这办就惊哦，咱无啥敢来参加啦，所以我唔敢办啦。所以是大家这先大做谅解一下啦，吼，明年来疫情若是无去发生这个代志对吼。我带你要办甲做好看。盐田镇安宫中修委员会主委蔡立清表示，希望政府会当成立专职机关来协助大小宫庙中修事宜，减轻管理者压力，永续台港庙宇文化。咱的政府对着咱遮所有大来宫庙，可能有一寡活动经费的赞助，但是当伊遇到这种需要重建中修的时阵，因煞无一个会当辅导的单位啊吼，所以咱希望以后政府会当有一个单独的窗口啊，来协助咱，不管是大金庙、小金宫寺庙，若遇到这中建的困难的时阵，会当甲因辅导，上无恁甲因斗找这个厂商，啊，甲因辅导讲这个经费的预估啊，需要偌济，啊，要安怎来进行？我想有足侪寺庙拢有遇到相关的问题，啊，每一间宫的神明拢有伊家己的故事，啊，拢有伊家己的特色，咱爱好甲保存落来。地王爷圣诞节天，真侪友宫以及贵宾也拢来到盐田镇安宫参拜祝贺。参场是罗立门天后宫主委林明俊、新住民人权展望会全国总会理事长张敬祥，以及安南区长叶志明，也代表市长黄伟哲前来致意。代表着黄武哲市长来恭贺着咱地府千岁圣诞嘛祈求咱地府千岁会当来神威显赫，来庇佑咱台南市、咱安南区会当风调雨顺，咱区政推动顺利，咱所有的市民朋友，大家都能当阖家平安、身体健康。盐田镇安宫自今年1月开始筹备中修，由蔡立清担任中修委员主委后，短6个月的时间，已经募得350万的善款，协助地王爷翻修庙体，可见信众对着地王爷的虔诚之心。庙方也欢迎四方信众来安南区盐田镇安宫为地王爷庆祝生日。拜拜求平安。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
基美医疗体系甲中国人寿、成大数位生活科技研发中心合作，响应市府科技转型的理念，正式推出全数位化、保护智慧健康旅程管理的服务，将保险、健康甲医疗照护透过数位串联，将服务融入保护生活当中，造福台南乡亲。为响应市府科技转型，由中国人寿甲基美医疗体系、成大数位生活科技研发中心甲联智智能合作，经过半冬的努力，18号下午，伫卫生局长徐以林的见证，完成4方面的跨越，推出全数位化、保护智慧健康的旅程管理服务，将保险、健康甲医疗、照护等，透过数位串联，融入去保护的生活当中。请启动。那么这一次呢，非常感谢4方呢各自提供优质的这个技术，启动这个数位生活的服务，那让这个数位科技能够从医疗，那从这个前端的健康促进到医疗照顾，还有更重要的这个后端的理赔呢，也利用数位科技。那这个减少病人来进出医院，那在中寿的保护，在奇美医疗体系也特别打造了这个客制化的健康管理中心。那这样子对这个中寿的保护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一个很大的这个在将来在医疗的服务上面可以有一个很大的进展。像跨域合作，基本上我们是从保护智慧健康旅程管理的一个观念来出发，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数位科技，能够把保险、能够把医疗紧密的连接在一起，让我们的客户能够享有非常轻松、安全跟贴心的服务。那今天对中寿的保护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从今天起，中寿的保护只要透过中寿的爱生活客户 APP， 根据自己的需求动手指头，其实就可以获得第一专属的健检专案服务，第二门诊的预约，第三整个数位行动理赔的服务。台南是有很多的一个数位的一个制度让民众很方便，像我们的台南打疫苗，像台南共照云台南的快易通，那这个奇美医院其实就是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伙伴，还有成功大学。那我想在疫情后期我们对于健康的议题，我们更是用数位来打造这个健康的一个城市，数位的城市。所以未来台南市不只是一个美食之都大家记得台南市是一个数位健康之都。连续4天以客户为中心，得到金管会创新服务的中国人寿，目前全台的保户大约有300万户。有了这项的服务，不但提供保护，伫后端的术后理赔保障，提升到事前的预防医疗，并且提供基美专属的健检方案、门诊预约、甲数位行动理赔等。对台南出发，预计未来将扩展到其他的县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8号的中嘉台南电视新闻，我是秦美纯，咱再会。